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先感谢日本哦，第三波佮送咱了17万的这个 AZ 预防车啦吼，计共安尼算起来已经300多万吨这个预防车。日本政府把咱当作是亲兄弟啦吼，讲台湾是一个国家，日本台湾这个亲兄弟，这上讲的这是日本防卫副大臣，伊安尼来表态啦吼。虽然伫咧日本政坛内底引发着一寡这个风波，伫咧日本吼一寡这个内阁吼，这个长官就虽讲吼，这是伊个人的这个言论吼，甲日本一中政策是无改变吼。但是咱看到讲日本对台湾好，对中共的这个看法，真正是有大改变。安怎讲？咱看到讲日本防卫这个白皮书啦吼，上新安怎来看待台湾安全对日本这个关系？伊安怎写？伊讲白皮书吼，这个台湾局势啦吼稳定，对日本的安全甲保障，甲国际社会稳定吼，相当的这个重要啦吼。另外，日本有必要时时刻刻吼，无时无刻都爱紧张。而且咧，爱密切来关注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这半冬来，咱看到 COVID-19 这个疫情，中共处处透过疫苗进行有意图的这个外交啦吼。台湾险险啊，伫咧这波本土疫情吼，靠中共来渗透，好你甲知。咱看到讲出手向美国、日本同盟吼，赶紧来出手。美国产了偌济？250万吨莫德纳，日本拢总加起来，头拄咱讲过300多万吨吼。个咱家己买这个疫苗吼，即阵台湾嘛已经有890万吨这个疫苗吼。啊，咱嘛看到讲会当度过这个本土疫情吼，但是咱看到讲中共是用着这个疫情来谋求伊的霸权，扰乱台湾吼。美国甲日本看，毋是说咱讲疫苗是一批一批安尼送过来吼。咱嘛看到讲，迄当阵这个中共甲咱主动要买 BNT 的这个时阵吼，即阵中共吼嘛赶紧放行吼，毋敢搁较大声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后美术研究员林正义，大家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等下咱嘛邀请到郑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哦。透过连线，咱们来连线，伫咧派驻日本的驻深记者张博新。张大哥你好。安，大家好。是啦吼，先甲大家来吼介绍一下，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个白皮书啦吼，日本伫遮吼徛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吼。安怎讲咧？咱讲过去日本有人讲伊是较这个我中共这边啦吼，但是即阵有影吼，完全拢无共款吼。咱嘛要先带大家来看咱的这个报道是安怎讲到这个防卫白皮书，伫咧这个礼外第3档的时阵，安怎做一个应用？先做来看。白色的纸面表现有力加跳动的感觉，为这个骑马武者代表日本自卫队坚定意志。日本内阁会议13发布2021年防卫白皮书，对台海议题有指标的意义。甲往年上界大无共，就是防卫白皮书头一遍将台湾为中国的内容抽出来，解放去美中关系独立探讨，也强调台湾情势稳定，关系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面到战略面，到那个作战层面，就是美日。甚至澳洲，这些国家，他们对于台海安全议题，都高度的，就是展现出一个战略清晰的态度。防卫白皮书除了头一遍明定台湾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也提起到中台军事已经无平衡，而且愈差愈大。中共军机扰台，美国除了派舰艇通过台湾，也卖武器予台湾。虽然日本防卫省是讲台日立场无改变，不过数据分析，日本支持美台军售对台湾政策明显改变，将台海议题提高到战略层级，也就是上好证明。日本跟澳洲外交及国防部长2+2会谈，以及 G7 领袖峰会联合公报里面都有提到的，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样子的立场。这显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台海的安全。中共的军事扩张是印太国家共同关切的问题。台湾捍卫民主跟自由是区域内的重要伙伴，我们也会持续强化与其他国家的军事交流跟合作。防卫白皮书是讲，日本有必要关心台湾自主开发装备、美台军售这个重大情况。对这代志公布是讲，中国军事扩张对印太地区造成威胁，台湾会持续甲日本以及理念远近的国家密切合作，强化军事交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
现在讲到吼，2021年这日本新版的这防卫白皮书啦吼，对中共的战略是愈来愈清楚啦吼。透过这张图，咱先来看讲，伊的这个 cover page 吼，头一页伊是用到日本这个萨姆莱吼，骑一隻马啦吼，但是伊手里无摕到任何的这个武器。啊，咱等下嘛当看到另外一张图啦吼，另外一张图呢代表啥物咧？另外一张图吼，代表因过去啦吼，因过去吼是这个咱看到讲吼是这个萨库拉吼这个部分吼，但是透过这张图，咱看到讲。哇，是毋是呢？战略是哪来哪清楚？这个武士已经骑上马啊！吼，对中共安怎来去看啦？吼，咱先来请教咱的这个吼，这个张大兄吼，安怎来去看讲？一寡这个日本媒体安怎去报道吼？针对着日本头摆设定着讲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保护非常重要。来请这张大哥甲咱分析一下。这个防卫白皮书吼，伫我太空这30几年来吼。上界大变化吼，就是头拄有讲过吼，无毋对吼。上界大变化第一点就是讲，伊甲台湾吼为中国抽出来，吼，毋是中国一部分，会使安尼讲。第二点就是讲，即个甲放做美中的关系吼，这表示讲吼，台湾就等于美国中国关系内面上界重要一个问题吼。是。第三点就是讲，伊甲咧台湾的地图吼，迄色吼，甲伊同调，甲中国过去吼，台湾甲中国色是共款的。今年的这个新的白皮书吼，是把台湾的这个地图吼，创作日本、韩国甲中国无共款的国家共款的。是。所以这吼，会使讲日本就甲你独立啊啦，甲你台湾就甲你独立起来啦。透过防卫白皮书甲咱独立安尼就对啊。应该独立的，所以这个变化吼，日本的国报吼，拢做头版头条来报道吼，所以这对台湾来讲吼，真非常的非常的有意义吼，也是讲日本的政情吼，对台湾政情吼，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明显啦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啦吼，这个地图的部分，咱嘛整理到这张图表，先带大家来看。这是2020年的这个版本，咱看迄当阵哦，也画伫咧中共的这个战区内底啦吼。啊，另外咧，咧军力的这个分析内底，又搁甲吼中国甲台湾吼抗做伙啦吼。另外一张图吼，咱来看到讲这是2021年吼，等下咱看搁较大张的吼，这代表吼台湾是普色的，甲其他国家共款吼，代表即阵吼这是敌对的这个势力共款啦吼，这嘛是这个日本。吼，安尼看到讲吼，世界局势安怎来去变化吼？啊，台湾伫遮徛点什么款的这个位？尤其咱来讲吼，美国伫遮嘛是徛点一个非常重要这个关键啦吼。尤其咱看到讲2+2的这个会议内底，其实就透露着讲，台海这个安全是日本甲美国共同来去这个重视的这个部分吼。先来请教这个吼，这个咱讲吼研究员啦吼。咱虽然看到这个地图的这个转变，但是伫咧2+2会议的时阵，都透露一寡这个信息，和这个全球来去批判这个讲台海是美国甲这个日本共同拢关心的这个议题。咱会当看到这个表吼，确实今年吼，这2+2就是讲日本甲美国的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是吼，因逐当拢有开会，伊这开会的落尾。的声明内底，有特别来对台湾安全的一寡注意，吼，关心，吼，唔惊伊即个今年的3月，佮继续即个暑假，即个官议会啊，吼，日本即日本的首相去到美国，甲即个拜登的即个联合声明内底，佮一届佮讲啊愈清楚，1969以来第一届将台湾安全对日本的关系的重要性放于这个高峰会议的联合声明内底。佮会咱看是今年5月、6月到今年7月，一届佮一届，唔惊日本尔，最重要的是这个拜登政府伊今年1月开始以后有特别有这个统一战线啦，统一战线就是讲。咱较早看到这个川普啊，这川普总统都敢靠美国啊，即嘛这拜登总统唔惊靠美国噶，伊靠原来爱有这日本，爱有这个韩国，爱有这欧洲联盟，爱有澳洲，爱有印度，大家做伙，因来关心台湾安全的问题重要性，特别的
提出来。啊，第二就是讲，来呼吁吼，爱用这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啊，第三点就是讲，爱推动后一步啊。所以唔仅是关心你尔，就是讲美国甲日本、美国甲韩国，这个后一步就是讲对台湾安全发生问题以后，安那来甲日本，安那来甲美国，吼，安那来甲欧洲联盟来采取后一步的行动。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吼，一步搁一步。啊，对中国来讲，应该是一个最重要，吼，最重要一个为外口来压力，这种外口来压力唔惊甲美国尔。OK。啊，欧洲，吼，啊，日本、韩国，啊，个这个澳洲，吼。所以咱看到讲，一个民主的这个阵营内底啦，吼，做一寡这个转变哈，尤其台湾嘛，真正是民主的这个阵营，所以2021年的版本无甲咱台湾划伫这个中共的这个版图内底，然后这是一大改变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头一摆从台湾吼，自这个中国即张甲脱离起来吼，伫咧美中关系内底吼，独立来去介绍。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中国甲美国吼，其实已经安那烧战甲吼竞争啊吼。另外，中共伫遮吼两方已经吼对这个咱讲吼有利的这个变化是有利向有利中共这个变化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对中共是较有利的，所以日本看到这个赞处啦吼。他对啊，咱嘛一直讲到吼，这个防卫被批输啦吼，这是咱讲2021年一个新的这个转变吼。啊，咱头拄嘛有讲到吼，中共这个威胁，尤其中共的这个海军，真正可能是超过美国海军的这个吼舰队的这个规模啦吼。啊，快速伫咧海上，伫咧战斗力吼推动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进程。其实咱也讲到。日本海军吼，伫遮吼，伫咧防卫的这个过程吼，处处都爱受到吼，咱看到讲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威胁啦吼，尤其这个海警法咱等下好好讲。但是咱看到中共海军吼，伫遮安尼撑起来，这对中国啊，这个对日本也好啊，对台湾的这个影响，啊是甚至对美国影响到底是啥物？是，咱看到吼，咱中国的威胁啊，是已经互周边的国家已经愈来愈无法度忍受，所以咱看到咱白皮书顶头，咱有看到，就是甲台湾为这中国的部分抽出来，是，甲放伫美中关系之下来讲到咱台湾的迄款台湾海峡的问题。是，所以咱看到吼，伫这本白皮书内底，咱爱看的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日本觉醒，是，第二个咱就是看到咱台海的迄款局势吼，已经愈来愈国际化，啊，台湾的问题嘛愈来愈国际化。原本中国是想要甲台湾的问题内政化，吼，包含迄款整个内岛这几个部分，拢是要甲当做伊国内一部分。所以伊想要用这个方法来做。啊，但是咱看到吼，这几年以来吼，中国的海军吼，那落水饺安尼一粒一粒安尼一直落，不管是量也好，质也好，拢有非常明显的提升，所以咱看到讲中共威胁这件代志，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啦。这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咱看日本这个改变吼，其实包括林老师嘛有讲到吼，其实今年不管是官议会甲拜登迄种讲法内底，台海稳定是。迄款区域内底上重要的部分，是咱看到日本唔那甲美国安尼讲，G7嘛是安尼讲，啊美韩的迄款峰会嘛是安尼讲，但是我看到吼5月28的时阵，日本甲欧盟吼，因头一届伫无美国的迄款情形之下，签出来迄款联合声明内底嘛是讲到台海问题是对区域是上重要的代志，所以咱会当看到讲美国吼，当然是有这重要性。但是日本已经有一寡改变的所在吼，所以咱看到这个部分内底爱安尼来做解读的部分。那对日本来讲，伊的这个转变内底，对官议会来讲，当然是有一寡压力，但是伊已经足勇敢安打出去啊。啊，对咱台湾来讲哈，日本甲台湾内底这个兄弟的关系，一定爱愈来愈密切开会使。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台海问题国际化吼。自这个地图安尼来去看吼，就是真正国际化的开始。另外，咱嘛看到这张图吼，这是咱嘛看到讲，伫咧这个白皮书内底有的啦吼。自安尼这个地图翻过来吼，本地咱拢看到中共伫遮啦吼，啊，这是日本、台湾伫咧这个部分。咱来看到讲吼，这个海上战力甲这个对空的这个战力是针对这个中共所来的吼。伊讲吼，可能伫咧吼海上甲空中的这个战力，拢总会涵盖着吼。咱看到讲日本也好，威胁着台湾也好，所以伫咧遮。
因看到譬如讲因的这个畅水艦也好啊，航空母艦也好，甚至着因的这个上新的这个航空武器过去讲中共的这个空军较弱。但是即阵空军嘛，豆豆咧爬起来，然后海军咱虽然看到讲有牵制着即个美国这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进前一个进前2、3个月啦看到航空母舰即个骑关山看马烧塌，因个即个咱讲即个翘脚练喙手啦还摕一个吊镜伫遐看日本的即个看中共的即个海军是咧变声网啦尾手去互即个美国来发现。但是自这张图来去看到讲即个日本啦嘛是看到中国伫咧海军的即个威胁伫咧啦另外要过来请教到即个咱的即个张大兄伫咧日本的即个观察啦。头拄虽然咱嘛讲到即个亲兄弟啦但是虽然即个亲兄弟以外，咱佫有一个赞处，就是讲虽然地图甲咱成立也是讲独立即个咱讲台湾的即个国家的即个位置啦但是伫国内即个讨论日本啦嘛是有真侪种赞处的即个讨论啊，亲像讲头拄咱提供着吼，即个各位观众朋友就是讲防卫副大臣，你讲咱是亲兄弟，佫是即个台湾是国家，但是随后日本长官内底对咱讲一中政策即个原则是无大改变你安尼看讲即个日本国内安怎去看即个咱讲亲兄弟，也是讲即个是一个国家的即个赞处咧？我最近有跟美国一个战略顾问战略专家啦这个是叫做 Edward Woodward 有该做专访40分钟啦是。但伊内面有一条有讲到这个美国非常期待日本日本伊讲日本伫这台湾海峡这 AA 的所在，那日本的潜水艇的部队伫遐是，无论中国偌大的这个海军力迄种。舰舰都无啥物军事意义啦。是安怎日本？是安怎日本？美国对日本迄期待过日本这态度安尼一直改变我昨拄去对着一个甲一个国会议员伫遐咧讲，即讲咧可能有较歹势，但是伊安怎讲？伊讲过去日本，比如讲日本的即个公司会社啦是伊是咧请职员伊无咧管你业绩个啦业绩拢毋免管，反正我甲你请来，就是甲你顾甲你退休为止啦，拢袂甲做坏啦现在即摆是即个做有即个需要业绩的时阵啦，所以甲即个迄个美日安保即个甲当作美日安保股份有限公司来看即摆无迄个讲你无业绩袂使。较早日本美国叫你安怎日本点伊惊中国点伊拢无要叮当但是美国甲日本有即个安保条约伊两个顾嘛。但是即摆无一定我看你业绩安怎啦。所以一切日本对台湾完全是这日美这关系来造成的。较早为川普开始，伊就开始拉帮结派就是讲民主阵营徛做一边，共产阵营徛做一边，来对决一个。川普是甲中国建高机啦，拜登是拉帮结派啦，打群架就对啦。所以即个日本当是看到这日美美国的变化伊知影讲我点袂使点已经袂使啦，所以伊爱表现，比如疫苗共款即个我发言或者防卫白秘书的即个改变这拢总是即个做安怎讲新的能上开始冷战开始一个反应所以当然日本对台湾当然真好啦，日本甲台湾是那亲兄弟啦是安尼讲，但是若无美国安尼定的其实伊嘛是会当讲，那像讲终身雇佣伊无咧惊你但是这样袂使，这爱变业绩啦，变业绩美国看啦。所以安尼讲是有较犀利，但是事实上大概你迄个无讲差落。OK， 所以这嘛是甲咱讲这个拜登新政府起来，日本要变一寡业绩但是咱看到讲，迄当阵2+2会议的时阵，拜登和这个日本这个官议会去见面的时阵。关于其实去互这个记者问一个问题，咱讲这个日本是毋是互美国逼起来讲爱支持台湾这款的这个议题，但是安尼看起来，敢是真正互逼起来，还是讲日本真正就是安尼这个局势内底面对这个台海议题，伊毋是互逼的，伊是顺这个局势、世界局势来去行。伊美国有一个报道就是讲
今年4月，吼，这关议会甲这个拜登啊，伊见面的时阵，是这关议会首相，大声提到这个台湾安全的这个问题，并指这个拜登。不过，咱看起讲，即马美国加日本，我讲有两个先生，吼，足重要，对台湾来讲足重要，对美国、对日本都足重要。这个就是这个美国的柯坎伯，这柯坎伯就叫坎伯啊，伊是这个印太事务的协调官，哦，啊，以这日本就是这个岸信夫，这岸信夫，咱看起就是讲伊来台湾足侪届，哦，我个人有那边甲伊接触过，互我印象足深的就是讲。伊等于到日本，啊，佮有写这个明信片来互台湾，伊都接触诶一寡朋友。OK， 所以伊做防卫大臣，啊，伊会当安尼继续来促进，啊，知影台湾这问题重要性。但是最重要的是讲，这个中国提供美国甲日本，有一个足好的机会，重新来检讨。这个台湾安全的重要性，是，反正讲无中国的无人机安尼，差不多逐日拢飞啊，吼。咱看去今年1月到6月啊，差不多是75%啊，逐日啊，吼，75%，吼，无停啦，吼，都无停，是，嘿，啊，所以这个防卫白皮书就特别讲到，日本爱带着危机感，哦。来看待台湾这个安全这局势是有影危机感是啥物哈？中共若是突破到咱讲的这第一岛链吼，头拄咱看迄张地图，若是攻占台湾了，这第一岛链，毋若阁有这个菲律宾，就是咱讲的日本吼，规个拢会受到影响啦吼。所以伫遮伊嘛是有危机感伫咧吼，这个危机感非常重要。啊，咱嘛看到讲吼，咱自这个暑假起来了后，这个防卫大臣嘛变做是这个安倍晋三伊的这个弟弟啦吼，亲小弟啊吼，虽然伊这个名是无共款，伊是咱讲。过后这个阿公的这个名啦吼，啊，咱看到讲防卫大臣头拄啊，这个林教授嘛讲到，伊甲台湾的这关系非常的深。咱嘛会记得伊4月时阵，伊是伫这个日本吼，离台湾110公里的这个所在，看咱台湾吼，讲哇，咱台湾的这关系遐尔深，尤其看到中共伫遮影响力吼，可能会伫遮吼愈来愈深啊，有一款的这个感慨。岸信夫吼，伊作为这个防卫大臣，伊的角色吼，透过这部分吼，会当安怎过来呈现？我是感觉吼，你真像迄岸信夫伫与那国岛这个所在在看台湾，其实与那国岛甲台湾的迄款距离是足近的。啊，尤其是吼，咱看到，下我林教授嘛有讲到，日本的飞行机差不多一年差不多有3/4的时间，拢伫台湾的迄款空域在飞。但对日本来讲，共款，日本最近吼，伊嘛发现这中国的军机吼，伫广州海峡。都在飞，啊，抑个伊的一寡海巡吼，拢伫迄个钓鱼台迄附近遐都在巡，所以你会当看到讲日本嘛是甲台湾拄着共款一模一样的威胁，因为咱台湾若去看到解放军来的时阵，咱的空军嘛爱去你看飞，啊，但是日本敢讲因个一定防卫，因嘛是爱啊，所以对因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款困扰，所以对日本来讲，这个问题一定爱解决，而且若是搁地点，佮继续唔出声，日本对中国大陆来讲会愈来愈细汉，所以咱看到吼，当年啊，咱知影即摆7月嘛吼，过去拢讲77卢沟桥事变，啊，对日本来讲，过去的迄款甲中国的关系内底，伊一直拢是希望讲会当较好斗阵的，啊，嘛当甲台湾好斗阵，但是对咱看到这份白皮书内底，咱有看到伊讲作为迄款核心利益的台湾，无可能甲美国吼，中国无可能甲美国妥协，所以无可能妥协的时阵，台海问题啊，伊个日本的安保就足重要，所以是今年伊会安尼转变的足重要一个原因。所以咱讲哦，真正哦，这个日本会安尼改变，嘛是已经去中国欺负足久啊，所以今年啊无这个转变的部分。有影啦吼，头拄啊，这个咱讲王教授嘛讲到吼，台湾。
伫这个咱讲吼，这个西南海峡遮吼，定咱拄着咱讲中共这个军机伫安尼飞来飞去，起无空啦吼。啊，其实咱头拄嘛讲着吼，伫钓鱼台因吼做这个尖阁诸岛啦吼，其实就伫遮，咱嘛看到讲因的这海巡吼，嘛是这中共海巡吼，三不五时就来遮啦吼。啊，无人机咱看到这个黄色的，伊嘛影响到这个 Okinawa 遮啦吼，这个宫古岛遮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日本共款嘛受到这款的这个威胁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受到威胁之下，中共的这个影响力，唔那干那威胁到这个台湾，其实周边的咱讲第一岛链拢受到影响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是咱看这个防卫白皮书吼上新的这个一个发展，啊慢慢要袂去吼。咱讲美国甲日本啊，甚至台湾这个同盟的这个关系是哪来哪深，尤其都会看到就是 COVID-19 啦吼。咱头拄有看到这个岸信夫的这个文章内底啦吼，伊咧介绍的时阵，其实就讲到。这个 coronavirus 啦吼，就是咱讲 COVID-19 这个部分吼，伊看到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吼，中共伫遮用到疫情来谋取到伊的这个霸权吼，啊伫遮嘛看到讲吼，咱伫咧本土疫情较兴较压起来这个时阵。看到啥？看到中共伫遐处处打咱台湾吼。另外咧，伊讲要讲啊，提供着一寡即个疫苗要送互咱台湾，但是疫苗毋是送即个 BNT， 是要送科兴含即个国药啦吼。啊，其实安尼对日本来讲，对美国来讲，拢是真大的即个影响。所以咱看到讲疫苗真紧就来到位啊，然后来到咱台湾吼。今仔日咱看到讲日本第三批吼97万来到台湾是怎么来看？インドネシア、ベトナムおよび台湾に100万回分ずつ追加供与を行うことを決定いたしました。これらのワクチンは15日に各国地域に輸送する予定であります。日本是头一个捐疫苗予台湾的国家，头一届捐是6月初2，日本首相菅义伟参加 COVAX 疫苗高峰会议。伊讲，因为日本暂时无要接种 AZ 疫苗，真紧就会建议将价提供予其他国家甲地区。过2天124万吨就送到台湾，而且讲这是作为日本受到灾害时阵提供帮助的回礼。Japan intends to provide around 3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manufactured in Japan.including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第二届是日本外务大臣吴敏昌6月24宣布，会搁伫咧7月中进行追加，真紧113万吨 AZ， 就伫咧7月初8送到台湾。13号外务大臣吴敏昌搁再宣布，捐第三批疫苗，拢总是97万4680万吨，3届捐拢真紧就送到台湾。那我们再次代表指挥中心感谢日本政府，包含这一次。总共是334万剂来提供给我们在整个防疫上使用真的很谢谢日本的友人在台湾最需要的时候都适时来提供。进前日本捐疫苗捌互拿赢的人士讲，台湾是疫苗乞食。驻日代表谢中庭当时就讲，安尼真有可能互日本未来要追加有变数。目前当时日本疫情严重的时阵，东京第4届宣布紧急事态，第三批的捐赠凸显了对台湾的重视。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这个共识当伫咧日本发讲。台湾进前采购疫苗受到中国因素影响，即卖因为美国、日本连续捐疫苗，互中国真大压力，所以伫咧台积电、英联分别采购500万吨 BNT 疫苗的时阵，中共的政策嘛改变，无搁再卡关。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看到讲日本吼，捐互咱已经3波 AZ 互射啦吼，这个部分代表是啥物款的这个意义？咱继续请教咱第3位来宾吼，如台医师啦吼。安怎来去看吼？日本和这个美国吼同盟的这个关系，尤其日本是一个手吼3波一个来。那么看6月初4当阵，大家咧讲哇，陆续是天安门事件啦吼，但是有人讲迄是拄啊好啦吼。但是咱看到讲这个外交的这个意义上，日本支持咱台湾送咱这么紧的这疫苗，到底是啥物因素？其实我那个1975年就去日本啦，住遐住15年，所以对于日本人其实对咱台湾人是足好的吼。你敢若兄弟啊，因为以前捌统治过咱嘛吼，所以伊对中国人是无讲足亲切咯。尤其伊管若是按中国迄边过来，古早伫遐大迄款就免讲啊，买手来遮去的一寡吼。因对因拢袂讲足亲切啦。其实咱即届有即个关于
这个 AZ 的这个迄个关键，这个关迄个关吼，关互咱这其实因为吼，咱古早，咱甲这个阿伯吼，因六公去世吼，这按这个首相这个迄个其实按自古早就关系足好啊，吼，啊因佫是对咱台湾足好诶，毋是像迄个电塔那卡卡古诶，迄是亲中派迄种诶，所以伊对咱吼，伊阿伯其实伊经营。伊嘛足侪来个台湾足侪届啦，吼啊，而且啊，咱台湾足侪嘛，咱民间的企业家拢规届拢足好咧。所以伊即届管迄落，因咱咧拄啊都伫即个迄落疫苗吼，咧欠的时阵，啊有一工就迄落有一个企业家迄落，去阿伯迄落边仔的迄落一个。迄个伊的算讲干事长啊，啊讲会当拜托啊，会当迄落帮助着人因随时开会，随时讲啊，无问题，先互恁100吼100支，吼互恁先煮，啊但是煮完了，因为咱吼。国内啦吼，国内吼，有人讲啥物客家啦，有诶，个住落去吼，都还有日本国检讨，哦，安尼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因就第二届要来进前，因无讲会监好啊，去恁国内敢袂佫出问题。啊，但是要就啊因讲无要紧啦，因为迄是住诶时阵哦，因为咱这边是85号开始住嘛。是。啊，过迄当阵咱家己无。小啊，一寡迄落80号有病的，人先啊，过滤一下对啊，所以才有出遐侪代志。是啊，讲了啊，说明了啊，人第二届佫来嘛。是啊，第二届佫来，即摆佫来，所以我是感觉讲，那因目前日本的阮迄落即政界来讲，对咱台湾实在讲也是正经敢若兄弟啊啦。有影啦吼。比兄弟啊可能较亲哦，咱看到讲吼，这个咱看到这个日本啦吼，有人咧讲日本其实伊直接这个丢毒啥咧？迄当阵讲有这个消息是讲，咱看到讲日本在要帮助台湾吼，先伫咧网络做一个这个民意调查，然后讲啊送台湾疫苗好无？因即阵当咧疫情吼，当咧吼压起来这个时阵，啊这个民调是一片好哦，所以迄当阵才有这个关键的当吼随来关注台湾吼，因为日本卖袂起哩，伊嘛是疫情真严重的这个国家吼，到当嘛是共款啦吼，但是伊能当吼甲这个 AZ 疫苗吼关吼这个咱台湾啊无受到这个国内有任何这个阻挡，咱卖佫袂起哩，伫咧因的这个议会内底，是所有的这个议员拢徛起来拍扑啊！要支持台湾咱参加咱讲 WHO， 是咱伫疫情真正严重这个时阵吼，但是因国内嘛是有咧讨论讲，到底要帮助台湾，还是无爱帮助台湾咧？尤其咱看到讲吼，若是帮助台湾，伊过去中国甲日本的这个关系可能就会破坏了去啊吼，啊中国吼。上高安怎？上高报复，上高抗议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北京另外对一寡吼，这个譬如讲是矿物吼，伫遮去做一寡这个限制，啊，牵关中共一个东海这个紧张的这个情势，咱搁来请教伫咧吼日本吼看上深的啦吼，到底有即款的这个因素内底，尤其咱看到讲日本其实嘛有这个亲中派吼，刘同学，你日本的观察是啥物咧？当然日本嘛亲中派啦，但是吼，上较重要吼。最近啊，无听是讲做一个亲中派吼来反对讲这疫苗要台湾，还是安怎吼？拢无人无听这声音哦。再讲，头拄仔有讲到迄个参议院吼，参议院吼，全部吼一致吼，写起来咧支持台湾嘛，这是过去拢无的历史上啦吼。啊是啊，我讲这啊做亲中派，这议员点拢无反对的，因为啊。足简单啊，即要选举啊，吼！最近的调查，对一个国际机构吼调查吼，30几个国家吼，其中除了新加坡以外，所有的国家吼，讨厌中国、反对中国的，支持中国的吼，拢是吼反对较济。特别第一名是中国，是日本，日本82%反对中国，敢若12%吼，剩下啊吼对中国较好。哦，伊即摆来这样要选举啊，到9月、10月要选举啊。这样选举吼，那这个民意是安尼啊，
对，民意是安尼啊，大家拢迄个啊，你为着台湾，日本要送这疫苗台湾，帮忙台湾哦，啊你搁话反对，啊是毋是去得到民意？所以这选举哦，对选举来算上，对选举是不利的啦。是。长久来看咧，伊若是讲这选举是对伊这个现主席较不利，但长久来看，若是选举了后，这个态势敢会继续来去挺台湾。自民党是这保守政党对安倍晋三首相开始吼，这长期的这个政权哦，已经这个日本这保守势力已经是非常长根啦，哦，已经哦非常在啊吼，是，袂讲变化讲安怎，迄个亲中派毕竟是少数啦，哦，头拄仔你讲疫苗哦，讲疫苗，这让台湾咧讲一寡人咧讲。啥物这是疫苗乞丐啦吼，啊啥物日本买会做的，到台湾啦吼，啊这个无效啦，安怎讲啊足歹听啦。啊日本吼，当然伊嘛知影讲这是少部分的人，啊所以这个人入边伊拢知影，所以第2遍、第3遍吼送疫苗吼，拢足顺利的吼。因知影讲这讲的人吼是少部分的，哦，所以伊无咧客啊。哦呀。所以咱来看来讲吼，这个日本吼，其实规个这个态势已经嘛是真明确啊吼。啊，另外咱要看来讲吼，咱来看来讲吼，若是无要帮助台湾，其实吼无法度落实着。咱头拄一直讲吼，这个甲自由开放一个阵线已经成型啊吼。所以咱看来讲吼，日本嘛想要吼透过这个疫苗这部分，展现咱讲自由民主吼，这个会当供应别人的这个一个联名伫咧啦吼。啊，咱嘛看到讲这个安倍晋三甲这个苏格吼关系位只扮演非常重要这个角色吼。另外咱嘛来看来讲吼，这个除了这个咱讲日本、美国送疫苗以外，中共嘛是真积极吼，本地险啊吼，有一寡疫苗要送来台湾，好你家在拢甲动落来吼。咱嘛看来讲，各国对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外交啦吼，疫苗外交非常的这个看不起。咱看德国吼，本地嘛是较亲中啊吼，但是因咱讲，外交部长讲啥？中共利用着吼供应疫苗提出着政治的这个要求吼，要扩大。中共伊家己的这个影响力吼，唔是要救人哦，所以各国应该要拒绝吼这款的这个行为啦吼。所以咱看来讲，中共甲这个俄罗斯、罗西亚拢是这款的这个做法。拜登伫遮嘛共款啦吼，拜登是讲啥咧？美国分享疫苗是为着要救性命，领导全球吼来结束这个疫情啦吼，啊毋是亲像这个中共共款，因把这个疫情出来，啊而且佮透过疫情来谋求霸权吼。另外，布林肯伊讲啥？美国提供着安全有效的这个疫苗，其他国家未用伫政治交换啦吼，因讲啥？这是甲这个人的这个性命非常有关系咯。另外，咱看来讲美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吼，他嘛是讲啥？中共过去吼，伫咧联合国就安尼起无空，用着威胁的这个方式来去做一寡这个运作啦吼。若国家无听话，就摕疫苗来做吼，咱讲吼，亲像这个威胁啦吼，啊，亲像讲这个过去吼发生着吼，这个总统向抬掉这部分，迄里甲台湾有邦交关系啦吼，嘛承受来自中共真大的这个压力。虽然也搁咧这个调查吼，另外咱看讲英国外交部长。Rob 伊讲啥？有一寡这个国家用疫情来做外交的这个工具吼，取得影响力。继续共款疫苗这部分，搁请教如台医师啦吼。中共伫遮，咱看伊的这科兴也好，国药也好，拢无效呢。就是啊，所以中共因这边吼，就是讲咱目前就一个歹处比嘛吼。反正伊即摆就已经势力较大起来，伊就要撑起来嘛。所以伊就。伊即摆就是讲，我已经要做老大呀，所以伊就唔爱唔惊你啊，所以这就是吼，咱这伊这极权的国家吼，共产国家，伊即摆就甲咱这民主国家就无共的所在，就因为一个人喊一声啊，下骹就爱遵守伊的，所以伊的科兴甲迄个国药吼，这疫苗，因都拢。到目前为止，咱也唔知到底有啥物副作用啊。是，拢讲足好足好。但是目前为止来讲有效，但是无讲迄个效果吼，会互咱大家拢感觉讲，迄个效果比目前即几支讲国际认证的。你讲吼，本地的这个企业的时阵拢40几%吼，无过啦吼。但是因为这个紧急使用的这个需求，互伊先起哩。但是起哩了后，发现讲哦，泰国也好啦，新加坡也好，其实拢无要甲承认吼。咧对啥？咧对其他疫苗咧注第3剂啊啦吼。啊，因为科兴的注落2剂拢无效，所以即阵来注这个第3剂，拢有即款这影响吼。所以咱讲中共疫苗外交，甚至伫咧源头。
这个咱讲吼，伫咧武汉这个所在啦，咱讲这个华南这个市场内底，到底是毋是源头？其实调查也是讲吼，各国其实拢要来做一寡这个追究伫咧啦吼。咱要继续过来请教吼，这个张大兄啦吼，伫咧日本，咱看到讲。这个疫苗安尼来第3波啊，台湾即阵嘛差不多要900万的这个疫苗，嘛有人讲第4波日本阁会送，你的观察是啥物？这第4波吼，就有可能啦。但伊即马是咧评估吼，台湾的疫苗吼，这疫苗吼，看下供应的状况是安怎啦。所以吼，这第4波是不排除的啦。OK， 我听到的消息。无排除第4波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日本对咱的这个友好关系真正是非常的赞吼。继续，咱要过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美国前副总统吼 Pence 嘛讲到，中共已经变作是一个 evil empire， 一个真恶劣的一个帝国，然后威胁是大过苏联。咱先来看这个报道。谢谢 everybody， 好，谢谢处长，会不会演习？感谢个别表示后会有期。前 AIT 处长赖英杰结束3年任期，15早起坐飞机离开。新任处长孙晓雅等地处检疫期满，都会正式就任。赖英杰在任期间，台美关系有几项重大进展。伊也伫特别会中讲到，将永远会记哩台湾朋友的温暖真情，台美是真朋友。虽然这是一个洋溢爱国热情的节日，但我们并不是透过展示坦克、军机和部队的盛大阅兵来庆祝。赖英杰伫 AIT 线顶庆祝美国国庆的时阵，口说中国阅兵。今年初卸任的美国前副总统潘斯，14受邀到华府智库演说，伊将重点放伫中国。除了批评拜登政府软弱偏中，搁较讲到台湾，认为即马当时甲台湾进行贸易协议谈判的上好时机，建议拜登政府伫关键领域继续进行美中脱钩，搁把握历史机会，强化美台经济甲商业关系。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values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na may not yet be an evil empire, but it's working hard every day to become one. 顶日，咱国友邦海地总统摩伊斯访刺杀身亡。美国众议员佩里甲蒂芬尼都烦恼中国的叛乱进入，已经联名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伊敦促海地甲其他区域国家抵抗中国示好，维持甲台湾的邦交，避免中国影响力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听到这个 Pence 伊讲吼，中共已经往这个 evil empire 这个真恶劣这个帝国来吼，一个做一个目标，然后威胁是大过这个苏联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疫苗外交的这个部分，海地遮伊承受到真大中共的这个压力哈，所以有人讲吼，这个因的总统去用抬掉的，可能是来自中共的这个压力，嘛是有安尼讨论吼。但是真正这部分爱做单调查吼，但是透过 Pence 的这个嘴里看到这个中共威胁，唔那是咱讲吼这个咱讲日本发现到，美国早就发现啦吼，但是伫咧这个时刻内底更加有伊的这个意思存在。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美国甲中共最近可能嘛要办吼一寡这个峰会伫咧吼，因为一寡官员已经有这个做交涉啊。另外，佮看到吼，这个可能是毋是习近平甲拜登可能会来见面的。今年10月，伊这个意大利吼有这个G20，就是讲20个这个工业大国啊，一个高峰会。所以咱看去今年6月拜登甲普丁是吼，伊这个日内瓦有这个高峰会以后，美国甲中国都会讨论这种问题，就是讲是毋是这个习近平甲拜登会当以这个意大利吼，这来见面。不过，咱头一看去这个Pence， 就是讲川普的副总统啊，吼，伊就是讲。中国那像过去共款呐，因为雷根总统捌以这个1980年代有安尼讲着，安尼形容就是这个苏联是邪恶帝国。吼但是这个 Pence 伊就是讲，虽然讲抑个唔是啊，但是咱就有这个倾向的对，就是态势已经形成。对，所以咱看起就是讲中国最近唔惊甲台湾尔，会再讲是。
足侪国家，大家都转搁一届，重新来看待这中国的威胁，是啊个挑战。我感觉这个是一种对中国是足无好的发展啦。啊，中国利用伊的疫苗，唔惊对台湾，是，佮对台湾的邦交、外交的邦交，咱像是巴拉圭啊、洪都拉斯啊，就是讲，你若能讲买中国的疫苗，你爱考虑甲台湾的邦交，所以对咱来讲，中国唔惊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来拜读咱的参与，是啊，佮用这疫苗来引诱咱的这个邦交，啊个伊本地想着讲。美国甲日本啦，伊绝对无想着讲美国甲日本会送互台湾600-700万人手安尼吼。对，而且佫伊足短的时间内底，伊本地想着讲，你台湾已经无办法来抵抗台湾本身有需要疫苗这个情形甲危机。是啊，但是毋知就是讲，这个两个国家对台湾，头前有讲着，日本。虽然是讲是上台湾加越南，都差不多共款这个党数量啊，都差不多300几万，但是日本对越南是朋友啊，是对台湾唔惊是朋友，是亲兄弟，那就是亲兄弟，那就是厝邻的人共款。有影啊，所以即个人讲对习近平来讲，伊应该爱好啊来检讨啊，要定定讲两岸一家亲啊，但是这疫苗的处理的代志是会当搁一届来检讨。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自疫苗来去看讲吼，这个咱中共吼，这回这个影响吼，甲日本、美国出手。有哪紧啊吼，要互这个中共无这个伸手的这个空间伫咧啦吼，所以咱继续过来看吼，这咱过去嘛讨论过海警法啦吼，咱看到讲吼，除掉这个区域的这个吼平衡无法度吼来去做一寡平衡的这个时间，咱佫看到讲2月其实吼通过掉这个海警法啦吼，伊讲啥？若是讲吼有一寡这个经过警告无效的啦吼，这个咱讲这中共伊就当用着武器。来去做一寡这个调查也好，啊是甚至开枪哈，但是无明确来讲，伊这个管的这个海峡伫咧倒位啦哈。日本暑假嘛讲吼，伊无法度接受，无法度看到讲吼，这个东海、南海这样紧张的这个局势哈。日本这是日本的讲法，另外美国这个 Price 哈，伊是讲吼，这个法律可能会当来看到讲吼，恐吓中共的这个中共用这个法律啦吼来去恐吓其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国家啦吼。另外这个日本吼。讲煞了后，咱看到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咧跟伊安尼讲吼，这个海警法是因国内法吼，无针对特定的这个国家符合国际法吼，甲伊这个实证。来，咱继续来看到讲吼，这个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这个外交阵容，伊有无共款的这个讲话，继续请教王教授。是，咱看到其实咱看到中国海警法吼，是伫今年1月22号就已经通过啊。其实这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这2年吼，咱看中国一直在讲国家的主权吼，袂当互挑战，所以伊颁布足侪法律的吼，比如讲海警法啦，啊，亲像香港有国安法啦，这拢是为着要讲要维持伊所谓的迄款主权的独立，啊，主权袂当互来侵扰的部分，所以咱必须要看到这个，所以咱看1月22号的时阵，伊颁布这部海警法了，咱看日本吼伫同一个时间，伊个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吼，就马上对联合国提出教诲，讲这个法律吼提出来了后，其实会影响到区域的迄款安全甲稳定的部分。所以咱看到吼，咱譬如讲日本首相关于伊的讲法是无法度接受，啊，美国当然嘛无法度接受。你这部海警法内底吼，其实咱上重要讲，中国已经无甲国际秩序吼来看这个在眼内，为什么？咱知影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内底就讲到，对武装的部分是普遍性的禁止。为什么？伫国际任何的冲突内底，除了联合国授权以外，你是袂当用迄款武器，还是用战争来威胁你这代志要安怎解决的部分。所以这部迄个海警法伊提出来了，其实是非常明显是违反着联合国宪章的部分。啊，但是咱看日本甲联合国来提出教诲，联合国也无法度安怎。
中国的迄款海警船嘛不断伫迄款尖阁内岛，遮都巡。对日本来讲，这是一个足大的威胁。尤其是咱看到，除了东海以外，也搁有南海。咱看到中国大陆伫迄个南海顶头填海造礁，这是对国际社会，这是一个足大一款威胁。尤其这部海警法内底，伊讲要用武力来作为威胁，这是对周边的国家是绝对无法度接受的。啊，过去内底当然台湾定定去靠中国文攻武吓，但是咱看即摆足侪国家嘛是受到中国的这种文攻武吓了，其实对于即款的中国威胁的感觉吼，其实是愈来愈共款的。所以民主国家要做伙来防卫这个威胁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为什么伊这部海警法出来了，会大家反应这么大的原因。有影啦吼，自咱讲到这个海警法，过去咱节目顶嘛有讨论过啦吼，咱嘛看到讲，迄当阵2+2会议的时阵，其实就针对着这个海警法，也是因防卫大臣来去做讨论。日本甲美国早都已经讲过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对中共的这个威胁，看到因海军这实力，咱头拄嘛讲到，第一岛链吼，咱台湾也是无去，咱讲日本、菲律宾吼，等等这个国家，拢总啊去互中共接去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自这个防卫白皮书开始讲起，讲到这个疫苗外交啦吼，咱讲安尼自安尼。讲倒转去，其实是有一个咱讲一脉相传的吼，一个这个脉络来去做一寡吼推敲的啦吼。啊，咱嘛看到讲到吼，日本即阵内外第3党啊吼，日本可能嘛要进行着这个一个选举啦吼，有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局面。但是咱看到讲，规个整个的这个态势已经徛真清楚。我民主阵营就是民主阵营，对抗的就是这个中共这个邪恶吼，这个 evil empire 啦吼。所以咱继续来个请教吼，这个林教授啦吼。头拄咱讲的这个海警法，咱嘛看到讲中共一直个扩张啦吼。另外对这个伊家己内部啦，伊讲内部，亲像讲香港的问题，其实嘛伫咧这个咱讲白皮书内底讲过，新疆的问题嘛共款伫内底讲到啦吼。所以咱看到规个整体。是毋那敢若台湾尔，阁有其他咱讲中共伫咧人权上较欠缺的这所在，日本一个一个甲揪出来。咱若恁讲，大家拢看这个中国的电视啊，全部拢是好的啊。是。但是恁讲中国以外，咱来看中国，我感觉是真相，毋惊台湾的尔。是。所以欧洲的国家对这个人权的问题，无论是新疆还是香港，都是足大的重视。中国介绍用就是讲，伊毋是用战争，但是绝对毋是这平时好好来对待你。就是讲，伊这战争甲平时内底中叫做灰色地带的冲突啊。是，就是讲，这海警船，到底是海军还是毋是海军？到底伊用这渔船来包围你的岛礁，到底是？战争还是唔是？那像菲律宾，这牛二礁是被中国的这个渔船呐，是包围差不多100-200日啦。中国人用这灰色地带，伊的飞机飞来咱这个台湾西南这个 ADIZ 防空识别区，我头先讲过的100日差不多有80日啦。拢定定过来，咱无法度。敢会当监视驱离警告，就是讲伊用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来对日本、对台湾、对菲律宾，我感觉对这个国家来讲，毋惊这3个国家对美国来讲，这是介严重的这种条件。这种条件就是讲，即马拄啊，逐日会使讲逐日都会发生的代志。中国讲伊海警法，其他国家若有无毋对。但是对其他国家，甲对中国，伊做的，甲伊讲的，是完全拢无共款。有影啦吼，完全无共款吼。相信咱们看到讲吼，7月初是这个中共已经行过100档吼，我看到讲这个天安门头前，哇，迄真正是共产党才做会出来这个局势伫咧啦吼。咱们看到讲吼，伊这个霸权已经形成啊，但是咱头段嘛讲到，日本伫咧吼防卫批书内底。
嘛去看到讲吼，即款的这个赞助，啊过去咱嘛讲过吼，2+2，拜登也好，还是这个官议会也好，因早就看到这个形成啊吼，嘛看到讲中共一直咧爬起来这个态势，所以直直要用吼其他的这个方式联合到其他，无论是咱讲亚洲国家的这个民主阵营，甚至伫欧洲吼，过去这个川普吼，真正是定高机的啦吼，即阵无啊吼，即阵拢是家己靠我来。靠我伫倒位，靠我伫即个民主阵营即个部分，共同来对抗着咱讲已经要爬起来，即个咱讲吼，即个大只量啊吼，中共即只量啊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伊的即个所作所为，其实嘛是真正互其他的国家来起怨切啦吼。所以咱看到讲，伫即个态势之下，台湾安怎和日本继续来去做合作？甲美国来去做合作，是咱未来爱去观察。咱头先嘛讲到吼，其实美国吼，因嘛有一个一中原则。这个日本过去嘛，这个一种政策啦吼，是毋是会当？因讲吼有淡薄过时的这个讨论，但是这大原则之下，其实拢是挺台湾吼。但是这挺台湾的这部分，安怎伫咧未来做一寡改变？相信咱这外交人员是咱民间吼，继续还有一寡吼促进的这个作为吼，互咱这个一个关系会当哪来哪进步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